继续来看嘉义大拿旧年4月份成立全国唯一一个有刮风认证的菜色果子生产合作社。原地4月份至9月份应该是笋仔大出的时期，不过因为进前受到凯比风台影响，农民讲目前笋仔产量敢若剩1-2成尔。笋农甲采收回来的地笋，一个一个先做处理。因讲旧年这个时阵是一车满满拢是笋仔，即马剩无一半，都是因为顶个月的风台，互笋仔饮水去伤着。即摆的风台大部分拢是直扣摇倒去，啊嘛有水倒灌入来田底，规拢淹掉的。啊，所以造成讲咱无顶会扣土乌米，啊，基本上若扣土乌米浸过水，笋仔伊就会烂，啊，产量伊就会减少。嘉义大拿镇种植笋仔的面积有800公顷，今年的产量有3万吨，是嘉义上大的产区。去年4月的时阵，大拿的笋农成立友善户外青菜生产合作社，开始推广友善种植的保育观念。今年煞伫采收期间拄到风台，互因造成真大的影响。我剩无2成，我以我个人的，我剩无2成，因为我迄是去互沙砍乌布，啊，我惊伊讲得到受伤。啊，所以我甲乌布掀开安尼，啊，即马瓜拢挂青笋。4月到9月是嘉义县大拿立地笋大出的时间，煞因为风台造成连地性的损害。合作社表示，目前粮少，价上嘛悬，上紧阁要等1个月了后，笋仔的产量才会豆豆稳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